好啦，乡亲啊，讲这个高丽菜最近是大起价，本地一条是50块，即卖一条要100块。农委会农粮署讲，因为天气影响到产量，目前的高丽菜一斤大约是24块，比去年同期一斤15块比起来是起大约60%。原味蛋饼、烧饼、萝卜糕的阿姨呢？今日乡亲早顿真爱食青菜两饼，不过最近因为高丽菜起价，好生意人真无奈。就自己吸收一点点嘛，反正它有的时候也会往下跌啊，对不对？不会打错，高丽菜炒的话就没有那么好吃啦。菜起价，业者爱吸收成本，唔安尼尔。家庭主妇买菜时嘛有感觉。就一两百块，对，100多块。如果便宜的时候也有50块一颗的啊。依照农委会农粮署的资料，高丽菜价销伫2019年11月初9到15，平均的价销一斤是14块6，不过到今年一斤却是24到25块，起差不多60%。那它大概产量的话，大概是1公顷要大概50到60公吨。一来天气热，那二来又是说它有一些病害，所以说它可能产量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吨。分析原因，农粮署解释讲，因为为9月开始天气的变化较大，连带造成真侪病虫害，影响产量，价销才会浮动。不过农委会强调讲，这款的价销的落差还阁伫个合理的范围内，而且依照菜期来估计，到11月中，这个菜的产量就会回升，时到价销就会落。